有跟個節目嘅觀眾咧，都知道我一直係批評特朗普同特朗普政府嘅。批評嘅嘢包括佢對自由民主嘅危害啦，削減咗美國喺國際舞台上面嘅位置，因此帶嚟咗極大嘅混亂。喺本土政策上面嘅失敗啦，同埋咧喺整體倫理道德上面嘅敗壞，帶嚟咗一種殘酷嘅價值觀。但係咧，只係因為我對佢有所批評，並唔表示我就係支持民主黨嘅喎。相反嚟講，喺奧巴馬政府之後咧，我對民主黨嘅表現一直係相當失望，因為佢哋俾我嘅感覺咧係都唔知佢想點。所以當我睇美國嘅國情嘅時候咧，向右望，我係見到一個特朗普政府係喺度做緊啲好可怕嘅嘢。向左望咧，就見到個民主黨，知道答案一定唔會喺佢哋身上。今集咧就係想講下民主黨失敗喺邊一度。最近咧聽咗兩個人對民主黨嘅批評，一個係 Vermont 嘅 Senator Bernie Sanders，另一位咧係紐約時報嘅專欄作家之一 Ezra Klein。Bernie Sanders 咧今年84歲，一直係以獨立身份，即係 independent 咧嚟到去參與政治嘅，但係政治立場係屬於左傾。Ezra Klein 咧就41歲，一直都係民主黨人。嗱，凡係去睇一個團體或者一個組織、一個政黨嘅問題咧，我通常都中意睇下佢自己內部嘅人點樣去講嘅。因為咁樣嘅自我反省嘅批評咧，往往係比敵對黨嘅批評咧係嚟得真實同埋深刻。我一直係保持呢一種做法，就算係對教會嘅批評咧都係一樣嘅。譬如咧講到美南浸會嘅問題咧，我會嘗試去聽下美南浸會裏面嘅人點樣去講，好過咧去聽外面嘅人咧嘅批評。嗱，我哋先從 Bernie Sanders 開始啊。Bernie Sanders 嘅政治生涯一直都係為工人階級嚟奔走嘅。換句話講，佢服侍嘅對象咧就係民主黨以前所代表嗰一個社會群體，亦都係咧特朗普而家最大嘅支持者。特朗普係一個右傾嘅民粹主義者，而 Bernie Sanders 咧就係一個左傾嘅民粹主義者。佢叫自己做一個 Democrat Socialist， 佢所希望去推行嘅政策當中，最多為人所知道嘅可以話係 Medicare for All。佢認為 healthcare 醫療咧係 human right。喺一篇嘅訪問裏面咧，Bernie Sanders 被問到點解民主黨一直唔聽佢支笛啊？咁佢話喺70年代初咧，民主黨裏面有啲嘅領袖就諗到一個自以為聰明嘅主意。佢哋話：你睇共和黨從嗰啲有錢佬同埋大機構身上揾到幾多錢？哦，不如我哋試下啊！咁喺美國嘅近代史裏面咧，從羅斯福去到杜魯門，去到甘乃迪，民主黨一直都係工人階級嘅政黨嚟嘅。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屬於民主黨。但係從70年代開始咧，因為唔同嘅原因啦，包括咗頭先所講要揾多啲錢啦，咁民主黨就開始將注意力擺咗喺大企業同埋有錢佬嘅需要，而多於咧工人階級嘅需要。在我而言咧，咁佢話呢一個轉變咧係一個大災難，唔單止咧喺呢個嘅政治上如此，甚至對成個國家整體上嚟講都係。嗱，咁主持人就問佢啦，我相信咧大企業喺政黨身上所使嘅錢肯定會有一定嘅影響，但係我諗梗有啲人咧會真心相信貿易嘅係會幫到工人階級㗎。But I also think a lot of people genuinely believed things like trade would help workers. When I think about No. 咁 Bernie Sanders 就話：我諗冇啦，
如果喺嗰段時間你好似我咁去問下啲工人，或者去問下工會，喂，你哋覺得同中國簽自由貿易協議係咪好事啊？冇一個美國工人會覺得係好嘅。任何一個好似我咁同工會同埋工人傾過偈嘅人咧，都會知道呢啲咁樣嘅自由貿易只會帶嚟美國製造業嘅崩潰，同埋咧會失去咗數以百萬份計嘅有良好薪金嘅工作。嗱，企業家就會明㗎。假如喺中國大陸嘅人工係每個鐘頭3毫子嘅啫，咁點解我要喺美國去付出，叫一個工人足以為生嘅薪金呢？嗱，根據 Bernie Sanders 嘅講法，民主黨最大嘅問題咧，係到而家為止都仍然唔願意去承認問題所在嘅。話我諗美國嘅工人階級去支持特朗普，唔係因為咧佢哋想見到最有錢嗰1% 嘅人咧獲得1 trillion 嘅 tax break，亦都唔會咧係因為佢哋想見到15 million 嘅人，包括佢哋自己在內，失去咗咧醫療保險。但係點解佢會咁講咧？因為呢啲都係而家發生緊嘅事。佢哋支持特朗普咧，係因為特朗普同佢講，而家呢個現存制度咧係行唔通嘅。嗱，我會嚟改變佢。佢話 The system is broken. I'm going to do something。另一方面咧，民主黨又點講啊？得嘅，得嘅，喺13年之後啦，如果你每年可以賺到4萬或者48000到，咁我哋就可以幫你啲仔女入大學。咁但係如果你賺多1個仙咧，就乜都冇噶啦咁樣。咁而現時呢個制度係得嘅，只需要咧呢度修補下，嗰度改變下咁咪得咯。Donald Trump 嚟到要去拆散成個制度。講唔得嘅，佢做乜都唔掂嘅咁樣。Bernie Sanders 話民主黨點解會輸啊？因為佢哋放棄咗，佢哋從來咧都冇提供過另一個選擇。點解咧？因為到今日佢哋都唔能夠正視美國工人階級所面對嘅經濟危機。有幾多個民主黨人會走出嚟講，我哋而家嘅醫療制度係冇用嘅。我哋咧係全世界唯一嘅主要國家 （major country） 係唔能夠向人民保證有醫療嘅。佢話我所提出嘅 Medicare for All 喺參議院嘅47位民主黨參議員入面啊，只有15位係願意支持我嘅提議。嗱，以上咧就係 Bernie Sanders 對民主黨嘅批評。我咧同意佢嘅講法，但係覺得唔夠全面或者深刻。我相信民主黨唔係完全只係因為咧為咗揾錢而離開工人階級，變得將目光咧只係放喺有錢佬同大企業身上。我相信喺克林頓同奧巴馬政府期間咧，有一個好重要嘅文化思想係影響緊成個世界嘅，就係環球化 （globalization） 將會咧係解決世界大多數問題嘅答案。無論係氣候變化啦，即係 climate change 啦，能源短缺啦，貧窮問題啦，國際之間嘅衝突啦，或者係本土自身嘅內戰啦，都可以透過 globalization 去達成國家之間嘅合作，或者去推廣自由民主制度，達成和平協議同埋咧國際人權標準嘅。我哋而家睇翻轉頭，當時嘅睇法咧係天真嘅。我哋行到而家嘅時候咧，發覺好多制度都係行唔到落去，所以特朗普指出嘅問題係正確嘅。但係咧，因為民主黨唯一嘅政策就係反對 Donald Trump，所以唔能夠承認制度本身有問題。如果繼續浸淫喺一壺嘅死水入面咧，就唔能夠從一個自我反省嘅過程當中去揾到
幫助我哋繼續行落去嘅另一個新嘅遠景。嗱，我哋聽完咗 Bernie Sanders 講，下一集我哋聽下另一位 Ezra Klein 佢又點講呢？